姐。啊？嗯，给我的啊？嗯。拿来呀！倒腾快点吧，干嘛？干不干骂我了？我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我操！你他妈幸运了！你干啥？七月，我今天必须打你！我那个袜子呀，你给我扔了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爸爸来了，我爷爷来了，都不好使。今天我必须打你！天王老来了，我也得打你！我就不信了，这能救我吗？这个行，这行不这行。七月啊，哎，你小名怎么叫春生呢？因为我妈跟村长生的我就叫春生呗。那你那话说的，你妈要跟处长生的呢？那我就叫处。干嘛？有干嘛人这样问我问题？干嘛啊？过来，干嘛？来，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空手劈钢管来，会啊，不行啊，我操！你来，按住！一二，哎，不是，姐夫哪里买的盐啊？怎么不咸啊？我看你个傻逼样，有点导演呐，傻逼乎乎的。